老房子漏水估計是大家最頭痛的事吧。屋外下大雨，屋裏下小雨，屋外不下雨，屋裏還滴答着雨。頂樓發生漏水，滲漏到室內多處反潮發霉起皮，該怎麼處理維修呢？室外屋頂要怎麼做防水呢？來看看我們是怎麼處理的吧。首先利用紅外熱成像儀檢測滲水點，發現滲水點，對滲水點進行小部分挖掘。方法：我們先到樓頂，留下對應漏水的位置並清理乾淨，然後沿着裂縫打孔，間距15公分，然後把針頭塞進孔裏並固定好，把灰塵再次清理乾淨，要不然後面的材料粘接效果不好。接下來這一步就很關鍵了，閘門用高壓主張機把防水材料注入針頭，通過高壓的方式把裂縫灌滿，反覆打壓，最後把針頭拿掉。不要以為這就完事了，接下來這一步也很重要。閘門沿着裂縫鋪一層聚酯布，這個聚酯布可以抗裂，再塗上剛才沒有用完的防水材料。閘門通過把裂縫補起來的同時，在上面做一層防水。大家可以看看這個材料的韌性。你覺得這樣做樓頂還會漏水嗎？水立防防水修繕提供免費的上門勘察服務以及明確的維修報價，不管是針對屋面還是外牆，我們擁有自主研發的專門的防水材料和成熟的施工工藝，維修效果好，質量及售後有保障。如果你家裏有漏水情況，請私信我，給你防水無憂的體驗。